喺呢度咧，我哋以掌聲感謝各個政府部門對我哋今日活動嘅大力支持。而接下來即將咧會係進行一個富有意義嘅開幕儀式。喺儀式嘅開始之前咧，我為大家先介紹下今次活動開幕儀式嘅意義。兒童嘅參與權係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嘅部分，讓兒童敢於開口表達，主動參與社會同埋學校嘅活動，唔單止可以學習到唔同嘅溝通技巧，同時能夠培養兒童獨立思考嘅能力，更讓兒童感受到被尊重同埋接納嘅感覺。咁啊，呢個正係呼應咗我哋今日活動嘅核心嘅元素啦，有愛、信任、關懷、接納、聆聽、尊重、支持、平等、鼓勵同埋機會，同埋我哋大家都希望小朋友擁有嘅健康。咁呢啲友善嘅元素咧，唔單止係一個詞語，更係兒童健康成長嘅基礎。現在我哋即將會邀請一眾主嘅嘉賓嚟到台上，共同同我哋主持同埋參與呢一個儀式，為活動開啓序幕。事不宜遲，我哋首先有請旅遊局文綺華局長。跟住有請文化局演藝發展廳郭妙如廳長，跟住有請法務局法律推廣及公共關係廳黃家慧廳長，有請勞工事務局研究及資訊廳郭倩瑩代廳長，有請治安警察局公共關係處李德輝處長。有請體育局財政財產處張琪處長，繼續有請社會工作局兒童及青少年服務處劉潔燕處長，有請房屋局宣傳及推廣處鄭綺華代處長，有請衛生局黑赤衛生中心吳兆斌主任。有請在動街坊會聯合總會梁鴻濟副理事長，歡迎一眾嘉賓嚟到我哋嘅台上，此時我哋請禮儀咧將儀式嘅用具遞到我哋每一位嘉賓嘅手上，而呢啲咧亦都係我哋今日活動想傳遞出嚟嘅友善嘅元素，希望每一位嘉賓攞到我哋對於我哋兒童權利公約對每一位小朋友嘅尊重同埋愛嘅友善嘅元素。見到舞台上咧背景板咧，亦都係一個和諧嘅社區圖嚇。咁啊，接住落嚟咧，咁每一位嘉賓等陣攞到我哋嘅充滿愛同埋友善嘅元素之後咧，亦都會進行我哋嘅儀式嘅。好，現在我哋請各位嘉賓望向前，幫我哋攝影師同埋傳媒鏡頭留下珍貴嘅合照。好，咁我哋見到我哋後邊背景板都係一個和諧嘅社區圖啦。咁啊，接下來咧，我哋請各位嘉賓咧，亦都係即將會係將手上嘅元素啦，係喺我哋嘅貼喺我哋嘅背景板上㗎。願意我哋將元素帶入社區，融入生活。咁啊，請各位嘉賓咧，都將我哋精心設計嘅社區背景前啦，令到等陣咧，我哋全場嘅朋友邀請一齊數3個數。咁各位嘅主禮嘉賓就可以將我哋嘅友善元素貼喺我哋嘅背景板上，將呢啲兒童權利嘅正面訊息得以彰顯。好，咁啊，現在我哋準備啦，預備3、2、1。2026慶祝619嘅兒童節同樂同聲嘉年華正式開啟。咁啊，同時亦都感謝各位嘉賓啦，為我哋開啟咗愛同關懷嘅活動理念。我哋請各位嘉賓稍為移前少少一步啦，繼續係面向我哋前方嘅鏡頭。